母亲节特别到啊，这市面上对剪羊仔花的需求也大大的增加。嘉义市呢是国内种剪羊仔花第2大产区，花农也讲今年产量减3成，所以今年价格会较贵寡。这礼拜就是母亲节，大家惯是要剪羊仔花送妈妈，互花店这阵啊是真无闲。店头家讲，今年剪羊仔花的量较少，所以价格比去年悬。不过买的人也是真多。买气很好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这几天又加上那个妈祖天上圣母生日，所以花的需求量真的很多很大。所以有些价格都2、3倍。嘉义市是国内种剪羊仔花第2大产区，花农讲今年量减3成，减少的原因是因为进前疫情减少种植面积。像我个人就少种了3成以上。所以今年产量变少，然后又加上疫情解封，之前像我手上这种多朵的品种，一只大概是4到6块，今年的价格大概是10到12块。有贵很多哦，去年像这样才250，今年是350。花农讲今年雨水较少，但是嘉义市灌溉水源有够，所以今年花的成长拢袂歹。加上疫情解封有较咧庆祝，今年母亲节的剪羊仔花真有销，所以价格嘛伫这阵啊才有较悬的情况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